呀，姐姐，您那要叫难受，可教我们怎么活呀？怎么说？咱们宫里的东西都是和身份地位有关系的。就拿娘娘每个月要用的那个来说吧，您用的就是孔雀毛，我们用的就是野鸡毛，还有的娘娘用的是草木灰、海绵、鸭毛的。野鸡毛？凤儿，拿过来给姐姐瞧瞧。是。哼，这种东西还随身带着，以备不时之需啊。还有别的款式吗？别的啊，那要看别宫的娘娘有没有让宫女备着啦。哦，去吧。凤儿，是。姐姐您等会儿，这各宫的宫女都会替主子备着呢。还真没想到，这宫里的3、6、9等，从女人那几天用的东西就能看出来。可不是嘛，娘娘。那您以为呢？我以为那玩意儿只有弹力贴身跟 ABC。娘娘，想必是宋太医来了。娘娘，臣为您把脉。怎么样啊，小宋？娘娘的身体并无大碍，您说您腰酸背痛是正常的，我去开一副药，您及时服用就好。我这2天头也挺晕的。腰酸是肾虚，头晕是体虚。如果您有腹痛，那就是体寒。有的人经络不畅时，那就会……等。哎呀！哎呀！哦啊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那就会腹泻不止。啊！